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最近大陸有單新聞，就係屋企人啦，就帶咗個婆婆去紋身㗎。咁啦，就喺婆婆右手紋咗佢個仔、個女同埋個孫3個人嘅手提電話號碼㗎。咁婆婆啦，其實患有呢個嚴重嘅老人痴呆㗎。咁紋身前已經走失過一次嘅啦，咁所以啦就喺右手紋咗佢哋嘅聯絡電話號碼。咁希望到時走失嘅時候啦，有人見到電話號碼都即刻可以聯絡到佢哋。雖然呢個方法就有啲戇居嘅，但其實都係出於對老人家嘅好意同埋關心。就算唔講大陸，喺香港啦，都有唔少老人家有呢個失智症，係會突然走失，令家人非常擔心噶。為咗防止呢啲情況啦，其實大家可以善用一啲 GPS 嘅定位器，咁啊好似 Apple 嘅 AirTag 啦、三星嘅 SmartTag 或者小米嘅追蹤器等等噶。呢個定位器好輕身、細塊，可以放喺老人家嘅衫袋、褲袋，最好啦就縫入鞋底或者當頸繩咁掛喺條頸度。而且設定都非常簡單噶，打開個 iPhone， 撳尋找呢個 app， 將個 AirTag 啦同個手機靠近，就可以將佢哋連接噶啦。然後再開啟埋呢個離身通知功能，咁當老人家離開咗屋企啦或者安全範圍嘅時候啦，手機就會自動提醒你噶啦。而萬一老人家真係走失咗，就打開尋找呢個 app 啦，咁地圖啦就會顯示到佢而家嘅即時位置。而當越嚟越靠近老人家現時位置嘅時候，個 app 啦仲會轉成精準尋找模式，個箭頭啦仲會帶領你指引方向，十分方便噶。所以如果屋企老人家有失智症嘅情況，大家不妨都準備個隨身定位器俾佢哋，就算請咗工人或者屋企人睇住佢啦，都做多手準備，買多個安心。